官到来进凤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家名段任你点节目。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陆派的优秀传人黄慧以及2位戏迷朋友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的到来。那坐在我边上的呢，不用我多介绍了，就是我们优秀的陆派传人黄慧，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？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黄慧，又是光临名家名段节目，欢迎你。谢谢。那么坐在我这边上的呢，是我们的戏迷朋友姜老师，来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姜磊，是陆派沙龙的会员，也是黄辉的忠实戏迷。好，欢迎。各位呢，大家非常的眼熟啊，这个远看有点像陆老师、陆锦花老师，他就是做客我们3次这个名家名段任你点节目的张毅，来再次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毅，这是我第3次来到名家名段了，可见我对陆派的痴迷程度有多深。好，欢迎你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，这个黄慧姐，你看2位戏迷朋友做客名家名段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目的呢，主要想了解一下你，走进你哈。那么首先我知道有一件盛事对你来说，因为是秦探嘛，对不对？秦探以前是陆老师和傅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，那么现在呢，由你和这个裘丹丽一起合演。我知道黄慧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，当时接到这个剧本，心里是怎么样一个感觉？是不是压力非常大？有，肯定有压力。因为一方面就是说，老师那个角色在广大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深入人心了，已经是，而且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戏。对，让我知道这个田汉当时还说过，我们的陆老师演的就是他心目当中的一个王奎的形象。对对。而且那么多时间没有演过舞台剧的秦探，对你来说压力肯定很大哦。对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怎么去下功夫去研究的呢？就多看剧本，然后。跟老师联系，跟陆老师美国人打电话，在美国呢，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老师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样啊？然后老师跟我说了一些，就是说，这个人物吧，应该说，因为一般意义上，大家都觉得王奎这个人物是个反派人物，坏人，是个坏人，把这个人物分寸掌握，就是说3分归自己，7分归社会，是这样跟我。希望我把握这样的分寸，就是说，那在演的时候，自己觉得这次演对自己这个表现满意吗？还是这应该说让观众说吧。应该说这个这次复排的那个秦探呢，比原来的呢有所改变了。有的地方呢就是更精炼了一点。有的地方嘛，作为我们戏迷来讲，还是好像有点遗憾。那么黄辉在里面的表演和那个演唱，我感觉还是挺好的，不错的，挺像的，挺像陆老师的，挺像陆老师的，看得很过瘾的，真的啊。那张毅呢？我觉得就是作为戏迷来说，送别没有了，就比较可惜。但是呢，我觉得。比较可喜的是，在那个第2场的伴读里面吧，加了很多那个他们之间的感情戏。我觉得这场我非常喜欢。不过呢，说到这次裘丹丽和黄慧的这个演出，很可惜我没有录像，因为我知道你们还在不断的修改，对不对？对，还要打磨。这以后还会什么时候演出呢？应该12月底吧。12月底。12月底。经过这磨练之后，再打磨之后，再呈现给观众。对。那修改会大不大呢？本来就已经蛮大了，但这次修改肯定是精雕细刻，它会有的小的地方比较，就是比如说可能时间允许的话，就是说，把送别这一场再加上去，可能会怎么样相继续比较好，处理一下比较好啊。现在我们的黄慧姐呢，在这里呢是要卖个关子，请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在12月份的左右呢，再去看这出戏，对不对？经过打磨后的秦探啊。那虽然没有我们现在黄慧和裘丹丽的戏，但是呢，那我点播一段那个陆老师的秦探。好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。张月公，实在利用孟良和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言道：张月公不起早康，故而不便答应之门亲事。
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。只是老丞相方得长月宫的妻子，乃是莱阳名苦养的野花女子，此事倘若被人知晓长月宫的脸面何成啊？老丞相实在是为长月宫苦心，故儿们命下官再来提亲，长月宫可办无推洽的了。他们是此相爱，是何是好啊？见吾神梦相依初见，月梦见辜负来，寒气三落命苦熬，他原是四相门的贤德的好穷才，我与他为难，相逢成匹配，定期再去不应该。长元宫，长元宫不要太师的，西天下国应开为，教会本是壮的女，真比得二门虚无女凭才，他早经无出心难别，真配你天子门生外外在，是这样欠债的良机是难在，长远空啊，你错过了机会要回呀。就他句句一语动无心，欠债良机实难在，大丈夫应有临用之，我岂能无先生为穷才，自古到今既是要真相配，我实在相负，从今有世上请用神风吹。长月宫意下是何？逢神相遇哎，若身真棍太子，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，是何是好啊？长月宫，这牛实在不是最好的品物吗？这牛顺在么？原来知见之问，是以他为凭，这届长月宫先见是牛，情重是山啊。区区未问，望不见效。此时待下官禀明问老丞相，接着前来迎接长月宫妻子相夫，以便问婚。多谢见后，告辞。不说告辞。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，竟做了天子的门生，谁想的爬去？也困飞黄腾达，旁人百里，好不可惜呀！天中所有应是用，王魁今日奉上席，不为我海场风度苦实在，从今与丢在无上忙忙落在上担喜呀！
戏校就是选择陆派的，还是选择什么派别？我学的是陆派和徐派。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黄慧唱徐派吗？应该说没有听到过。我们首先来一段好不好？掌声欢迎哦！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出手。知道她河内草莽人情味，强用来国家经济非所虑。宝姑姑你不要笑。不是，我听着你怎么很有王派的韵味儿？就是没有王牌的这个高调。好，非常感谢啊，我们的这个黄慧姐呢，把这个当时学徐派的这个风采又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后来经过筛选，为什么去选择陆派？因为我知道陆派照来说，这个流派并不是像徐派那么大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会选择陆派？那个时候也是戏校的领导，我们那个乐剧班的领导也认为各个流派应该大家都要去学嘛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戏校学习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唱不是单单唱一个流派，我们上唱腔课的时候各个流派都学。今天唱徐派的，明天唱尹派的，后天唱范派的都要学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老师觉得，哎，你的音色比较适合谁？你的音色比较适合谁？你的个性比较适合谁？那这样帮我们安排分配的流派。那我是比较钟爱陆派，应该是。其实当时在选择的时候，其他流派当然也很喜欢，但是最喜欢的是陆派。我是受我爸爸影响，我爸爸喜欢陆派。你们家是不是越剧的这个戏迷的家庭呢？应该不是，我爸爸喜欢越剧，我妈妈喜欢沪剧。黄慧姐也说了，她家里呢，她爸爸喜欢越剧，她妈妈喜欢沪剧，而且呢，她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的，越剧和沪剧都喜欢的。我们也来请黄慧姐来唱一段沪剧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。西台路嘛，有对侬深深讲。讲啥？我来做个媒。好的。帮侬称心肠，干啥侬？人在下配门路下大，家生生啊，我做媒人可下呀。帮我们看那18只地方。唱不是的。发现黄慧姐唱这个沪剧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哈。那么刚才也说了，黄慧姐其实在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幸福的，因为充斥着很多这个戏曲的感觉，然后戏曲也给我们带来快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这里我们准备了几个心理测试题，也是要考我们的黄慧姐的，准备了4个，分别是个性、事业和友情。让我慢慢的谈。首先呢，谈到了家庭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黄慧姐这个家庭位置是放在第几位的啊？看见她非常的紧张，眼神已经不自在了哈。是张先生全家出去兜风，一家人包括张先生、张太太，还有2个读小学的孩子。现在的时间呢，将近中午了。他们准备呢吃午餐。那么张先生说呢，把车停下来。那么请你想象一下，他们会停在哪家餐厅啊？一是海边的餐厅，B 是公园边的餐厅，C 是普通的农家餐馆，D 是日本料理店、咖啡厅。你不要紧张。农家菜。天哪！怎么？农家菜象征着简单，说明你太忙碌了，会把家庭摆在第2位，准不准？差不多。真的啊！看来我们黄慧姐一直是对着这个越剧事业非常的执着，有可能家庭是摆在这是照顾不到，有的时候要看情况的，就是说我工作特别忙的时候，我肯定家庭放在第2位。然后平时比较空的时候，我家庭放在第1位，是这样的。也希望呢，我们有更多的越剧演员呢，向我们黄慧姐学习，要把越剧放在第1位，这也是我们戏迷朋友的福音啊。对。那么坐在我这边的这位小朋友呢，可以说小朋友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哈。差不多变小朋友了。我出去人家当她是我女儿的。真的，有福气哦。我们的张毅呢，他是跟我们的这个黄慧姐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缘分。我们认识已经快5年了吧。这个做女儿做了5年了。他的陆派唱的特别好，你知道吧？我这里就不同意了。其实我觉得我陆派唱了也不比你差。来一下，我们标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请我们著名的我们的越剧演员黄慧老师做评委，然后姜老师呢做参考评委，拿分数举牌什么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你先来一段吧。宋妙骑士吧。哟，这难度更大了。好的，很好听的。鸡鸟归小乡下，永无弥漫祖山呀，引路
此苦心家，恰原来把永生死有人家。天哪，我不比了，唱的怎么那么好啊？那既然呢，我们的这个张毅呢比彼得呢高了这5分，获得了本次本年度越剧大赛的头牌。彼得是探花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就表演一下，点一段名曲吧。好，那我就点一段黄慧老师的折子戏《倩女离魂》选段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来去正中，倩女百病了，小姐，小姐呀。受身教育，你为我顺神父，先把名声，你为我混出家，冠天动地，你为我一路风霜，把名节里家平安。心深深爱重重，心深爱重恩义长，小生不得与不能，经得配亲亲你牙关手上，从今儿天塌地夫人啊当，再不让我的妻到是凄凉，到是凄呀倩女离魂，那张毅为什么要点这一段呢？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新排了这个《倩女离魂》这出戏。我呢就是首演呢，其实很遗憾我没有看到，但是在那个通过一个朋友，他给我听了那个录音之后，我突然听到里面黄慧的唱段，我想啊，怎么这段唱怎么那么好听，很轻快的一段唱。然后我因为是从小喜欢越剧的嘛，对流派还是分得挺清楚的，一下子就喜欢上黄慧，喜欢上陆派了。后来呢？后来你当然要跟黄慧姐接触了，是怎么接触的这场面？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吧，让我认识了她，我就跟她说我很喜欢她那个《倩女离魂》这出戏。然后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网友也是通过那个看了他的《倩女离魂》而喜欢陆派，喜欢上他的。黄慧姐对于这个《倩女离魂》呢，对你来说意义应该是很重大的，因为是不是通过这个戏有很多人认识了你？对，确实是这样。张毅吧，还有姜老师吧，还有我许多就是成都的朋友，还有香港的朋友哈，好多朋友，反正是。以前人家只知道我是演老生的，从这个戏开始，人家才认识哦，原来黄慧能唱小生的。
现在我都没有敢引这个话题啊。这个话题既然我们的黄慧老师说出来的，那我就要问一下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黄慧姐其实是一个很用功的演员，而且呢，做任何的角色呢，她都会用功去做。但势必下呢，有的时候你在演员老生的时候，会非常的出类拔萃，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你是唱老生的。当时是不是心里特别的郁闷呢？也不是吧，也不是特别郁闷，就是说，当初我演那个老生戏的时候，那时还在戏校，很早的时候，在戏校学了1年的时候，我们正好86年的时候，粤剧院有一次演出在香港去演出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打金枝的老生，然后院领导就考虑到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很惊奇。唐璜，张国峰老师，那张国峰老师演的打金枝的那个唐璜。哎呀，我觉得很惊讶，怎么会找我来演老生？那个时候小孩子嘛，哎呀，好看，反正唱小生好看，唱花旦好看，戴个胡子怎么不好看？那种感觉，所以好像不大情愿，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？然后领导跟我说，你可以尝试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当时你其实心里有负担的，有，特别有负担。我觉得我的嗓音条件根本不适合唱老生，我的声音其实我的声音是花旦的声音，应该说是这样的。真的啊？对，然后但是我对唱的比较感兴趣，我什么都敢唱，老生也敢唱啊，花旦也敢唱，大花脸也敢唱，可以说就是不像，就不是很像，所以说那个时候领导跟我说了以后，我说那试试看吧。然后我很幸运，那个时候就张桂凤老师亲手来教我的，手把手教我的，所以说。其实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是学得很快的。然后其实如果当时你老生唱了不怎么地的话，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老生演员，你说是不是？还吵的是就是说87年的时候，我们到法国去演出《红楼梦》，那个时候领导又考虑到我演贾政，那我觉得是2个流派啊。那当初演贾政的时候，老师就跟我说，你身上有一个书卷气，对演老生的书卷气哈，对，真的。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书卷气，我还不大懂，但我也很幸运，可以说，这个戏是徐天鸿老师来教我的，手把手。虽然曲折，我的演艺道路不是很平坦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路上就碰到了很多好老师。刚才我们的黄慧来说，她付出的努力，这个贾珍的这个塑造呢，使很多人都认可了，还是成功的。姜老师也看过贾珍，看了，成功的这个贾珍是。那么在今天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点播他演的那个贾珍这一段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黄慧激情演出的《红楼梦》当中贾珍的唱段，一起感受一下。薛大圣，再来，让我去打翻来，把门都关上。老爷，啥子有人钻进新娘里面去？你看，老爷。天哪！天哪！家父死里作宁之中，富贵功名之家，君察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
不要当了，老爷。我再一直想问黄慧姐的问题，目前现在执着追求着这个路派，是不是你个性所然造成的？怎么说呢？应该说自己所爱吧。应该所爱。那么接下去我们有一个心理测试题，就测试你的个性到底是如何啊？从选择衣服的去看你的成熟程度。买衣服时呢，你会以什么作为选择的主要依据啊？买衣服啊 ，A 牌子 ，B 流行 ，C 颜色，D 价钱。都不是我要选的，这没法做，这个一定要选择一个。不是我选衣服不会选时尚的，也不会选流行什么颜色，穿什么颜色，当然颜色一个方面，然后我选适合我的，只要适合我的我就选，那就是款式。第二款式，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，每天呢认真毅充满，同时呢又受到很多朋友的信赖。缺点就是你对日常生活乃至人过于严肃了一点。像不像？像哈对，我很求完美的，对自己这很不自信的，有的时候。对每个的艺术塑造都要精的，这也是对生活非常压力，是不是？确实是对，其实很多事情是造成的压力。通过这个《倩女灵魂》之后呢，黄慧姐在这个道路上是一帆风顺了。大家看过黄慧姐和林姐演的《盘夫》，很像陆老师，从唱腔到表演，我看过这个录像，我可以跟他是一招一式都是把它学下来。其实说到这，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从艺道路上，其实陆老师在海外，那么交流的话，他难得见上一面，交流就是打电话，不像其他的就流派的面对面的交流。那作为塑造，如果做盘夫的话，你则这个专业呢？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，完全是看录像。看完录像以后，我也很幸运，请到了那个常英娣老师，来帮我辅导这个戏。真容的一招一式，还有这是人物的内心啊。然后在老师回国的时候，我又去拜访老师，老师跟我讲分析人物，是这样，然后再慢慢琢磨。然后就是说，向老师学的同时呢，自己在融合一些自己的对人物的理解。老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都是靠自身的。这像黄慧姐就是靠自身，同时呢也吸收老师这个录影资料，然后感受一下。其实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也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，应该说像我的同仁包括我们的就说王志平吧，还有方雅芬啊，他们也挺关心我的，应该是我们排练的时候，他们也非常，大家配合的都非常默契，非常好。那张毅盘夫去看过没有？我就特别兴奋，总算有一个陆派的大戏要上演了。之后我就一直去那个越剧院的排练厅，也看他从最初的排练到之后就是上台演出。我觉得黄慧老师在戏里面，就是在排练的时候，绝对是就是真的是下很大的苦功，对。然后在家里也是一直从早到晚就是一直在放老师的碟片。在家里你怎么知道的？可以说我排秦探排盘夫开始哈。他每天来。他只要有空，他都会到我们排练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拿个摄像机拍下来，全程给我拍下来。拍完以后我回去看哪一点不行，哪一点可以的，哪一点还不足。真的，我们非常感激，真的是非常感激。老师感激学生，我们第一次听到。那我相信呢，张毅在跟黄慧姐交流的时候，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对，我们给一个机会来点一段什么，顺便呢把一声祝福送给我们的黄慧
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先祝黄慧老师身体健康。有了身体健康呢，之后勇攀高峰，就是多排陆派的大戏。感动吗？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点段什么？我想点一段《盘夫索夫》的选段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我乱真没有太错你，你愿抱得心疼，你不听来我不依，还有什么不提的心？你来来来，去去。朕岂有此理！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血海深受心头情，错把娘子当仇人。今天我方知，怎么啊？你是演得起？这什么兰真是你演啊？不开索性将我弃，又招啥在凌云子？你是一封小书将我离，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差此一难飞。娘子啊，可怜我家仆人亡受尽苦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？见死不救，你心无人。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查到瓦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情，盼望娘子来饶师傅。父亲祖，我难救一念的情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定，那年光好比我兰珍中啊！娘子，你是饶了我吧，娘子！我年年放着两条路，我兰珍真是太糊涂，真的做天下嘛，我做不出谁杀人多，我怎能不去？
娘子。其实，在你人生道路当中呢，有一出戏对你来说至关重要，《救风城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《救风城》呢，也是你第一次尝试，也不是说就纯反面人物了，对不对？这个《救风城》当时接到这个戏是有没有故事呢？这个戏有四个主演，应该是两男两女，两生两旦，应该是这样啊。你郑国凤还有方雅芬和陈颖，对，两生两旦。然后男主角是一个反面人物。那个人物一方面要很潇洒，另一方面要风流倜傥，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很阳刚的，心如毒喝，还有一个对毒蝎，对，然后很阳刚的那种。哎呀，他们在想来想去找谁呢？又是一个反面人物，所以领导就说，哎，选到了一个我，还有一个唱小花脸的，还有另外我们一个同事，我们3个同事给导演看。我们那天正好在扬州演出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我们领导打了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黄慧啊，你回来把那个剧本拿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定你演那个周舍，《倩女灵魂》是2000年，然后接下来一段就沉寂了，就是没有什么事干哈，那种感觉，对你很迷茫。对你这种心态，觉得非常的痛苦。其实对我觉得找不到目标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重归找回了自己在越剧院的事业心了。应该说，我觉得跟你聊天下来，发现如果你这个人失去目标，你会很痛苦的。对。包括我是很执着的一个人，对啊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执着，而且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女性。只要给你这个发展的空间，我们黄慧一定会把它顺利的完成，而且是完成的非常的好的。就怕没有给你这片天，而且对你来说活的是非常痛苦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说到这个救风城了，黄慧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到后面顺利的完成了这个角色了吧？应该是吧，也是很多观众也是通过这个戏又认识了我。2-3部戏又增大了一个戏迷朋友。对，姜老师和张译肯定去看过的，看了不止一遍。哎，那你觉得黄慧演反派人物，你们支持吗？应该说是支持。因为这个《救风城》里面的黄慧，我看了以后，我感觉她在表演上是进了一大步。在盘夫的基础上又进了一大步。因为她是好像是。我感觉是突破了他自己以往的那种戏路。他把这个人物把握得非常好。这个人物心里看了太喜欢了。他演得太好了，是这样的喜欢。而不是喜欢周舍这个人。是因为我们黄慧演了这个人物太好了。我知道你是我们的黄慧的老戏迷了哈。在这里送上祝福，来点一段名段吧，黄慧的名段。那我也祝福黄慧在事业上呢能够勇攀高峰。下面我就点一段那个就看《救风城》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救风城》。再见，你当先进众位姐姐，众位姐姐呀，姐姐是雨中上我神仙家，花中不用地呀香，仰慕深深的长思念，水里梦里千人长，今日里得到比两位知音，愿从此恩情马上相伴。警长，你这周大爷吃什么呀？总是酒菜呀！哎呀，这些酒菜招待别人上课，招待周大爷岂不得嘛？像周大爷这样的大富哦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？时常要有特别的美食，特别的美食。周大爷，
这是我们宜城院专门招待贵宾的美食，请周大爷享用。特别的美食，特别的美食。原来是官米，姐姐，你叫周大爷吃米？是啊，这米呀，只有像周大爷这样满口甜言蜜语的人才配吃。姐姐，这不是普普通通一罐米，它是宜城院之宝甜米呀米，平常之人不能用，比那非常之人能上礼。恭喜他一结善缘，有应上子甜蜜。饮水相逢初相遇，何必初老可相比。有缘人结了甜蜜蜜，从此一生为甜丝蜜。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好，吃，好，周大爷，来，请请。他将把风你咽下，叫声又是担心又怜惜。周大爷，你是了，他干啥嘛？啊，一日了，他出最好，他给周大爷拿出来。周大爷，香香醋配甜蜜蜜，天生一对好主啊妻。周大爷，请。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好，周大爷，来，香香。周大爷，快喝看啥吧？周大爷，你好一点了没？好多了，这个印章最最。一个是带刺的玫瑰配扎手，一个是娇美的牡丹偏温柔，扎手的圆圆的温柔的买呀看，只要美人能到手，望我前面迎出梦，是呀许。除了我们谢风亭之后呢，接下去就是现在的一个形态了。那据我了解，黄慧姐你经常也出国什么的，对不对？经常到国外去跑一跑、看一看，甚至经常去新加坡，是不是出去旅游的？不是去旅游啊，去工作，应该是到新加坡去工作。跟他们那边的，就是说有个民众俱乐部吧，马林百利民众俱乐部去专门参加慈善义演的。慈善义演。哎，如果说他们那个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。如果说工作繁忙，你也会撇开工作，这一点要感谢我们粤剧领导，对我的支持，对他们马林百利的支持，真的是。他每年就是说要筹集很多钱，给咱们资助那些老人院啊，还有那孤儿啊、残疾人呐、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呐、是这种东西。那对你来说很有意义。我也觉得非常有意义。黄慧姐去的时候，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掌声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比较喜欢我。当时我知道你唱的都快累死了，还下不了台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这样。现在就是说，以前我刚开始去的时候，每一年都要演，起码演4个到5个折子戏。
演2场，然后就前2年吧，前年演了7个折子戏。今年吧，今年又演了8个折子戏，这样。明年9个，后年10个，后年11个。但是梅科学一片爱心，就算唱了再累，你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对，真的是应该。是不是跟那边很多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？应该是很好的朋友。我相信，我们的这个黄慧身边的朋友呢，肯定觉得这个非常的幸福，因为黄慧对每个朋友都是非常的真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并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下去我们要有一个心理测试题，再来考考友情程度啊。最后一个了，你不要紧张了哈。我不紧张。郭芙马上就要毕业了哈，你会选择哪一幅布置自己的卧室？下面有3幅画，你会选择啊。第1幅画是大海彼岸的山脉，第2幅画松林后面朦胧隐现的山脉，第3幅画江流远处尽头的山脉，就很远的尽头的山脉，选择哪一幅？第1幅吧。A， 你是爱恨极为分明的人，一旦认定的朋友，即使为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你是属于正义感很强烈的人，对于厌恶的人就不屑一顾了，甚至嫉恶如仇，是不是很准？很像，太像了，我自己觉得特别像。真的、啊？你们哪里找来的这个心理测试题？非常感谢我们的编导给我们的智慧提供智慧支持哈。那说到这个黄慧姐对朋友，刚才也说了很像，有什么例子呢？能表达一下呢？我就是在外地的许多网友嘛，也很喜欢她，经常到我们论坛上来发帖子，就是说很喜欢黄慧，但是呢，没有机会能够跟她见面。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到上海来，只要过来了，对，来了，然后说跟贝贝有联系哈，对，他再忙，他也我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他会接待他们，对，和他们聚一下，然后根本不像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，就是很熟的感觉，对，然后他也给人家的感觉很亲切。我有一点感觉就是说，他们是为我而来的，来看我的，我不能当他们是陌生人那种感觉。我也有这种心理。我知道我们姜老师是陆派艺术沙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我们的张毅也参加陆派艺术沙龙，同时也有黄慧的网站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觉得你们要点一段名段，送给所有支持黄慧朋友们，好不好？那下面我就点一段黄慧的《送凤冠》。这一段选段呢，我是送给那个喜爱黄慧的戏迷朋友们。爱好陆派艺术的观众们，我祝你们呢能多多的支持我们陆派沙龙，支持陆派艺术，支持黄慧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。如今娘子心欢喜，娘子见我生怒气，待人在看我眼前，但见他飞绕东来年朝夕，当上大人把我下眼眶，羞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，怪我当初做事错，我只有手捧红冠去赔礼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小母与秀英虽是夫妻，却为人深故连理。她还是一位千金小姐，我们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谢，我真糊涂。
像我玉林今朝的中头名状元，他不是状元夫人了吗？我们立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！对，夫人，下官这厢有礼了。夫人，我的夫人啊，全体需要家无怨，且听岳林来相劝。当初您娶你当我夫，我本是新婚姻儿情两圆，不知为朋友10几年儿你家道尽数偷肉尊，身心差散我夫妻，爱得你我化作子也不断缘。今日到集中八路，他用尽心机也忘说，是今日眉目下药风有事。我与你夫妻从此再断缘，夫人啊，过去此事你莫再提。你快走关到来进凤关，你不要么多一多女多相劝，害得我是多事多讲多心酸。怪爹娘错前错去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为心为你为心欢。我也真好声好气好言分啊，你恰是恶言恶语恶太宽。你不该不生不相不离，猜你为什么要满足满心我拉装？我自闭啊，受苦受zor受到啊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丧啊过。既算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去娶一个美貌是美算娟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请黄慧来对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说几句话。来，请。非常感谢名家名段的编导给我这次机会，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默默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。在这里呢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有你们的关爱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会把我的事业，我的路牌事业坚持到底。
谢谢，激情到底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再见。